而家今場嘅賽事咧就係 U20嘅比賽啦，之前咧就唔係叫做 U20嘅，之前係叫做亞青啦。呢嘅3級跳決賽嘅介紹，我而家就有印度嘅選手、斯里蘭卡嘅選手、相當之唔錯嘅第一次試跳，亦都係冇犯規嘅。我覺得咧，而家我哋香港咧越嚟越 pro 啊！即係啲鏡頭咧捕捉得非常之準確啦，同埋即係又有慢鏡重播咧，其實俾我哋online 嘅朋友仔啦，或者我哋現場咧，其實都有熒光幕可以俾觀眾去睇到。冇錯啊！除咗觀眾之外咧，呢啲咁嘅 replay 啊，咁而家啟德嚟到晏晝啦，個太陽都去翻後面啦，咁運動員都有啲遮陰嘅地方啊。第一位咧就係嚟自中華台北嘅林佩萱，中國嘅陳美琪，哈薩克斯坦嘅 Mert Melina， 然後決賽啦，同埋男子咧咁就壓軸嘅運動員81條嘅係你有就係2.45米。咁啊，Tiffany 啊，你覺得呢個我哋香港或者亞洲嘅跳高水平嚟講呢 mark 出到嚟，亦都係冇犯規嘅。胡心柔，咁而家跳高嘅高度嚟到1米6，見到呢邊斯里蘭卡嘅選手。咁啊，而古賀咧就有美國血統啦，好犀利呢個日本選手。係啊，咁佢哋喺日本方面，我識得啲日本嘅跨欄教練朋友咧，佢哋形容佢係唔係嗰個級數嘅喺度，即係唔係呢 U20嘅亞洲 U20級數啊？佢 PB 咧喺呢度就大超班㗎啦，13。